我就係1985年咧就入讀製技嘅，咁就90年就 Form 5畢業，咁啊再讀多2年，92年就 A Level Form 7畢業，咁就即係讀咗7年製技啦，咁跟住就入咗科技大學讀土木工程系咯。初入製技咧，我記得最唔慣就係放 lunch 咧有得出去食飯，因為以前我係讀太子嗰間基榮小學嘅，咁都係好近製技。咁以前就放學翻屋企食飯，去到 Form 1突然之間有個冬季時間，最初 Form 1嗰陣時候咧，又唔係好識啲同學。我最記得最初嗰1-2個禮拜都係自己出去食飯。我記得嗰陣時出咗去消防局，即係詩歌舞街出面有間消防局，對面咧有間叫做愛德華餐廳，我好記得嘅。1985年嘅9月，我成日一個人去嗰度食飯。咁後尾咧，因為讀書啦、踢波啦，咁啊識咗好多同學咧，就慢慢咧就同啲同學出去食飯。咁啊，發覺原來讀中學係好開心嘅，因為好多人生最好嘅朋友咧都係喺中學相識嘅。咁啊，過咗7年好開心嘅製技生活啦。咁喺製技，我覺得最大得着就係我即係得到一班好好嘅朋友之餘呢，我係發掘到我人生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個音樂 talent 都係喺聖方濟嗰度慢慢即係由最初中意音樂去到慢慢彈琴啊、作曲啊。因為學校有俾咗好多機會我，譬如每年嘅歌唱比賽啦，我記得每年校際都有歌唱比賽嘅。咁呢，當時好多同學中意唱歌，咁唱歌咧好難揾到伴奏音樂，即係 MMO 啦。咁好多人都揾我彈，咁當時咧我就對彈琴咧就瘋狂咁熱愛，更加越彈越中意。因為我哋個年代咧係經歷譚詠麟啦、張國榮啦、陳百強啦，我就當時咧個個同學都叫我彈呢啲，張學友啊、劉德華咁、黎明啊呢啲。咁我由最初咧學琴咧只係學 classical。就係因為呢啲機會咧，令到我接觸好多流行歌，我越彈就越中意。咁最後咧就仲中意埋創作。我記得我喺中2開始咧，即係 Form 2啦，1986年開始咧就同啲同學一齊玩作曲。咁我作曲，佢哋寫歌詞。咁咧寫下咧就直情咧就學校咧直情有陣時要籌款啊！我記得我 Form 6嗰年學校就要籌款喺。應該係喺禮堂定係課室，我唔記得咗啦。要起冷氣，咁學校就揾我寫咗隻籌款歌，嗰隻歌叫《舒適聖方濟》。咁我亦都寫好多歌俾啲唔同界別嘅同學畢業禮啦。譬如我自己嗰年畢業禮，我又寫歌俾我啲同學一齊唱啦。大我1-2年我又寫，所以其實喺製技咧係好多機會俾我玩音樂創作，所以咧就令到我越嚟越中意揾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去到科技大學嘅時候呢，就機緣巧合之下，俾我認識到行內嘅音樂人，咁就令到我轉咗個跑道。本來讀緊土木工程，諗住做工程師，突然之間係一個即係都唔係 plan 定啊！我覺得係即係我太中意音樂，突然之間有個機會喺科技大學玩比賽，認識到評判，一轉咗個跑道就做咗音樂呢行，而家做咗30年啦。咁所以製技俾我係一個好感恩，係一個俾到一個地方，俾到我發揮自己嗰個音樂嘅一個 talent 嘅地方。喺嗰度有好多機會俾我彈琴啊、創作，咁令到我好清楚自己中意乜嘢咯。好啦，咁當時科技大學咧就有一啲叫歌唱比賽，裏面就有創作組嘅，咁我就有玩呢啲創作比賽，咁亦都好彩咧攞到獎啊，咁就認識咗一啲行內我哋叫做音樂界嘅人士啦。咁我識咗呢啲人士，因為佢哋當時嚟做評判啊，咁就大鑊啦，就搞到我開始冇心機讀書啦。因為我一方面咧就同呢啲人有聯絡啦，又成日去唱片公司啊、錄音室睇。咁我去到嗰啲地方就覺得哇，我真係好中意，好享受喺呢啲錄音室嘅地方，即係呢啲好多 panel 啊、好多 channel 啊、好多掣，好享受喺呢啲地方做嘢。嗰陣時已經隻眼發光。咁另一方面咧，科大又好辛苦，讀書好多時候，咁我啲成績又越嚟越差啦。我又喺大學裏面淨係玩音樂，乜嘢音樂比賽啊、活動都見到我。咁於是乎我讀到咧就俾科技大學停咗學㗎。
咁咧停咗學之後咧，我就即係俾屋企鬧到黐肺啦。咁但係我亦都冇理啦。我就算停咗學，我都日日當時係扮緊返學，但係我去咗邊咧？我就去咗啲錄音室，去咗啲唱片公司，因為我好想認識多啲呢行嘅人，我好想真係好中意做音樂，好想試下做音樂創作呢個行業啦。咁最後停咗學到而家咧，已經哇我都唔記得幾多年，呢95年、05、15、25 30年前咧就俾佢停學到而家咧，咁應該係冇得再讀噶啦。咁我都不知不覺做咗音樂30年噶啦。咁如果以一個音樂人，佢一個創作人咧，佢哋嘅收入係嚟自唱片版稅啦、播放版稅啦，譬如電台播放、卡拉 OK 播放，所有嘅店鋪播放音樂都有一收嘅。咁呢個係關於創作。咁另外一種收入就叫製作啦，製作就係做production 啦，我哋譬如舉個例做唱片嘅製作啦，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唱片監製啊、編曲人呢啲係製作啦，或者做廣告音樂啦、做演唱會啦，所有對音樂有需求嘅地方都需要音樂人去做嘅。咁所以咧即係一直咧我都係創作同埋製作兩面都有做嘅。咁同埋我都一直咧都係有喺網上面教緊一啲關於音樂嘅課程嘅，就係拍片咁去教，因為好多香港人我發覺，尤其是彈 classical 嘅人咧，係好中意彈流行歌嘅。咁我亦都喺一個平台咧，係一個付費嘅平台，係教緊人哋彈鋼琴嘅。咁所有有關音樂嘅嘢，譬如電影配樂我有做過，廣告音樂有做過，演唱會音樂總監有做過，咁啊唱片製作都做咗20幾30年啦。咁啊創作都寫咗200幾300首歌啦。咁我其實係睇住個行業一路轉型，嗰啲收入咧係以前由唱片，而家係變咗 digital 平台啦。咁以前冇互聯網嘅，而家個互聯網其實好多地方都收到錢嘅。不過相對唱片蓬勃嘅年代咧，我覺得真係都差幾遠啊。其實我係幾好彩啊！我喺讀聖方濟嘅時候咧，就已經揾到我自己好大嘅興趣，就係我喺學校咧兩樣嘢啫，一係就踢波，一係就彈琴創作玩音樂。咁我亦都冇諗過做足球員嘅。咁亦都好彩，學校俾好多機會我，令到我好知道、好清楚自己，我係好中意做音樂，好想用音樂嚟到做第日嘅職業。因為以一個興趣做一個職業咧，真係都幾困難啊！好多時候，即係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就算佢哋即係揾到一份高薪厚職，但係嗰份工作都未必係佢中意，所以又能夠揾到一份自己中意，而又能夠即係養到自己，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 blessing 嚟，好大嘅祝福嚟嘅。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好多後生仔咧，佢哋唔知自己中意啲乜，我哋同佢傾偈，完全咧冇目標啊，即係冇方向啊，完全揾唔到自己中意做。我覺得你做一樣嘢要成功咧，唔係睇你有幾叻，係睇你有幾中意嗰樣嘢。因為當你對嗰樣嘢好中意咧，你自然會肯付出。即係我成日講嘅 passion 啦。如果你好中意嗰樣嘢咧，有陣時咧冇錢咧，你都會做。但係調翻轉咧，你唔係好中意嗰樣嘢咧，你就會淨係睇錢先做。咁有陣時蝕底咧就係着數就係蝕底啦。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希望而家好多年青人咧揾到自己中意嘅嘢。你對一樣嘢有 passion 咧，你自然就會肯付出。你肯付出咧，自然咧就會有收穫。但係當你揾唔到自己中意嘅時候咧，你硬係咧的唔起心肝去做，咁好難就做到成績翻嚟啦。好多朋友包括我太太都問點解你咁愛你學校嘅？即係佢有陣時候我哋成班同學出嚟食飯咧，突然之間我哋唱起校歌嚟咧，佢會覺得好奇怪、好神奇嘅，即係無啦啦喺度唱校歌，咁佢哋都會覺得點解你學校咁奇怪嘅？咁其實我自己好 proud of 呢樣嘢，就係呢樣嘢大家係發自內心，絕對唔係扮或者做出嚟嘅。因為我自己咧，講我先咧，我讀聖方濟係我人生裏面咧，即係我童年裏面咧最快樂嘅7年，係快樂過小學，快樂過大學。大學直情係唔快樂啦，讀下俾人踢咗出校。咁所以中學最快樂係唔係因為我讀書啊？係因為我喺中學咧好多嘢玩啊！嗱，我又係童軍啦，我又係當時我都係足球校隊啊，日日踢波，踢到唔翻屋企嘅。我阿媽日6點都唔見我翻屋企咧，就會嚟聖方濟個球場揾我。咁我有陣時咧就學校踢完，我走出去
後面柳樹街個球場踢，因為太中意踢波，然後仲可以學校好多地方俾我玩到音樂，所以我嘅中學咧係好 busy， 唔係讀書，所有嘅活動，所有我最中意嘅足球啊、音樂都喺學校，咁所以咧形成咗，我每次諗翻我都覺得好似就係琴日一樣，好開心。當你喺一個地方好開心嘅時候咧，你就會對佢有一種情懷嘅。我每次翻到學校咧，我都好似唔係覺得翻咗學校，好似翻咗屋企咁。咁自然好多時學校有啲人揾我幫手咧，好自然咯，冇問題，一定冇問題。因為呢個係出自於一種情，對學校嘅感情，包括同同學啊，因為以前咧 Brother Bosco 咧就好錫我哋嘅，但係我係好曳嘅，我讀書好曳嘅，咁我又記過又見家長，就反而呢啲咁曳咧，就會令到我大個咗之後咧，我會諗翻起其實以前 Bosco 可以一腳踢咗我出校啊，佢都冇，佢可能覺得啊呢個小朋友其實佢只係百厭啊，佢唔係壞啊。所以好感謝 Bosco 啦，以前我咁鬼曳，即係成日都搞震，佢都我係記咗兩個大過兩個小過，佢都冇踢到我出校喎。所以好多時候咧，我畢咗業之後10幾20年咧，我都間唔中翻學校咧，會上去樓上4樓探下 Bosco。咁我仍然都有好多同 Bosco 嘅相嘅。咁另外就係老師啦，有啲老師就算畢咗業，我都畢咗業30幾年。我哋仍然有聯絡嘅，我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咧係有一個老師嘅 group，仲有10幾位以前教過嘅全部退晒休嘅老師，我哋嘅叫亦師亦友咯。所以呢啲咧各種種嘅令到我對聖方濟嗰個情懷咧係血濃於水嘅。所以學校有咩要我幫手咧，我係絕對唔會托手踭，因為學校俾到一個好快樂嘅童年我都希望如果我可以盡翻少少綿力回饋翻學校。